信貸文件簽到手軟，老派行業嘅環保焦慮同監管時代嘅變革難題。喺一間會議室入面，有一位財務公司負責人一邊喐住發酸嘅手腕，一邊苦笑咁講：今日個客簽文件簽到問我，你哋係咪印紙廠股東？由申請到批核，前後簽咗差唔多80張紙，連我自己都數唔清到底有幾多份附件。呢個正就係融資協會工作坊入面大家最熱烈討論嘅話題。當30世紀嘅腳步越嚟越近，香港信貸行業竟然仲好似困喺一堆又一堆紙張入面，申請貸款要簽，批核要簽，確認要簽，附件又要簽，客戶簽到手軟，業界自己都忍唔住自嘲，話自己喺全球環保浪潮入面好似變咗伐木工。但問題其實唔只係用紙多咁簡單，背後真正嘅困局係監管越嚟越嚴，行業傳統又一時間追唔上，合規成本、客戶體驗、營運效率三者夾埋一齊，形成一個好難拆解嘅難題。更加棘手嘅係新政策底下，違規未必只係罰錢咁簡單，輕則收到警告信，嚴重起上嚟甚至可能被吊銷牌照。所以好多業界人士即使明知文件多、用紙多、流程慢，都唔敢隨便減省任何一步。第一部分80張紙嘅合規鎖鏈，有位做咗信貸行業10年嘅經理就話，以前簽貸款一份合約加一張還款表基本上就夠，而家呢，連借款人有冇第三方參與都要另外簽一份附件。佢拎出一份文件清單，入面滿都係需要簽名嘅項目，最基本嘅有貸款合約、放債人條例、確認書、還款表，而且好多時仲要準備至少3份副本，之後仲有各種附件，例如借款人、第三方參與披露、第三方委任確認、協議擇記備忘錄，再加上合規文件，包括個人資料私隱、條例確認、反洗錢查核聲明、客戶盡職審查確認書、破產記錄、查詢授權，最後仲有貸款確認書、收據、合約副本收妥、聲明、信貸系統查詢授權等等。而家新政策仲要求加入負擔能力聲明同還款來源確認書，咁樣計落去，一套貸款文件輕鬆就可以超過70頁，甚至接近80頁。最令業界頭痛嘅係呢啲文件唔係可有可無，而係缺一不可。新嘅加強規管持牌放債人政策講得好清楚，任何文件缺失都有可能被視為合規瑕疵。第一次違規可能收到警告信，累積3次，或者情況嚴重嘅話，就可能直接被吊銷牌照。換句話講，業界連罰錢補鑊嘅空間都未必有。工作坊入面亦有人問，銀行都可以用電子簽名，點解我哋唔得？但只要一睇反相關法例同補充條款，就會明白問題所在。銀行屬於受金管局直接監管嘅持牌金融機構，電子簽名系統有一套嚴格認證標準，但一般財務公司屬於持牌放債人，電子簽名暫時未完全納入法定認可範圍。一旦發生糾紛，紙本簽名仍然係最穩陣、最容易被接納嘅法律憑證。所以業界好多時只可以選擇寧願多唔好少。即使客戶投訴簽到手軟，即使文件多到好似一座小山，都要一份一份簽齊。因為對財務公司嚟講，環保固然重要，但牌照更加係生存底線。第二部分，客戶簽到手軟，由信任門檻變成體驗鴻溝。喺工作坊入面，有一位前線銷售分享咗一個真實個案。有一位年輕客戶申請10萬蚊貸款，由填申請表到簽完所有文件，前後用咗差唔多2個鐘。臨走之前，個客講，銀行申請按揭都係喺電腦簽幾下，你哋呢度就好似簽離世紙咁。下次我寧願等銀行2個星期，都唔想再嚟受呢份罪。呢個唔係單一例子，協會事後做過問卷，結果顯示有42%嘅客戶認為財務公司文件太多，係佢哋唔願意再次申請嘅主要原因。特別係年輕客戶，佢哋已經習慣咗互聯網產品嘅一鍵操作，開戶、轉賬、購物、申請服務，全部都講求快、簡單、即時。當佢哋突然面對70-80張紙嘅簽名流程，自然會覺得呢個行業好老派、好低效。另一個尷尬位就係環保問題，有客戶簽完文件之後，特登數咗紙張數量，
仲影相放上社交平台，留言話財務公司一日用嘅紙可能夠我打印成年報告。其實業界唔係唔想減紙，亦唔係唔知道環保重要，但喺合規優先嘅現實底下，大家只可以被動承受浪費資源嘅批評。有一位負責人就無奈咁講：我哋比任何人都想減紙，但監管只認紙本簽名，違規就可能吊牌，邊個敢試？第三部分，點解財務行業仲卡喺電子簽名門外？工作坊上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：30世紀都就嚟到，點解我哋仲要簽紙？呢個問題背後其實有3個現實阻礙。第一，法律框架有滯後性。香港電子交易條例雖然承認電子簽名有法律效力，但放債人條例仍然未有全面更新相關條款。財務公司嘅貸款合約屬於高風險法律文件，目前紙本簽名仍然被視為最穩陣、最難被推翻嘅證據。協會過去亦曾經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反映，希望推動電子簽名合法化，但得到嘅回覆係需要先完成全行業電子簽名系統嘅認證標準，呢個流程可能至少需要2至3年。第二，監管要求同紙本確認綁得太緊，新政策強化咗反洗錢同客戶盡職審查流程，好多步驟都需要客戶親筆簽署確認，例如客戶盡職審查要求客戶簽署身份文件核實聲明，反洗錢程序又要求留存資金來源嘅書面確認。呢啲要求唔單止係針對紙張本身，而係針對一種可以追溯、可以存檔、可以喺有需要時作為證據嘅實體憑證。短期之內要完全用電子形式取代並唔容易。第三，行業數碼化發展唔平均。香港財務行業以中小型機構為主，好多公司本身仍然未完成核心系統嘅數碼化升級。有小型財務公司老闆就坦言，買一套電子簽名系統可能要幾十萬，我哋一年營收都只係百幾萬，根本負擔唔起。就算法律容許，我哋都未必用得起。所以電子簽名唔只係一個法律問題，亦係成本問題、技術問題同埋行業能力問題。第四部分，協會嘅減紙行動雖然困難重重，但融資協會已經開始推動減紙計劃，希望喺合規同環保之間到一個比較實際嘅平衡點。第一步係優化內部文件結構，協會組織法律顧問重新梳理所有需要簽署嘅文件，結果發現接近30%附件其實都屬於重複確認，例如貸款確認書同收據可以考慮合併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確認亦可以嵌入貸款合約正文入面。經過優化之後，一套文件由平均80頁壓縮到大約55頁左右，既可以維持合規要求，又可以減少接近30%紙張浪費。第二步係推動電子簽名試點，協會正考慮向公司註冊處提交中小財務公司電子簽名試點申請，建議可以先由低額貸款開始，例如5萬港元以下嘅貸款，率先試行電子簽名合法化，同時亦可以由協會牽頭建立一個共享電子簽名平台，等中小型財務公司唔需要各自花幾十萬去買系統，從而降低整個行業嘅數碼化成本。如果業界有相關意見、實際困難或者可行建議，都可以向協會提供資料，作為日後向公司註冊處提交建議時嘅參考。第三步係推出文件電子副本包，對於已經簽署嘅紙本文件，協會鼓勵會員機構可以為客戶提供加密電子副本，取代多份紙本副本。咁樣一方面可以滿足客戶保存憑證嘅需要，另一方面亦可以進一步減少紙張使用。協會亦希望有更多會員可以提供意見，包括文件、副本格式、加密方式、客戶接收流程，以及實際執行上可能遇到嘅問題。結語：簽到手軟嘅背後，其實係行業轉型嘅慢步調。當全球都喺度講碳中和、講數碼化，香港信貸行業面對嘅紙張困境，其實正正反映咗傳統行業喺監管收緊時代入面嘅處境。唔係業界唔想與時並進，而係每一步轉型都必須踩喺合規安全線之內。70-80張紙嘅簽名流程，一方面係監管要求下嘅安全鎖，另一方面亦係行業轉型路上嘅腳鐐。
不過，至少業界已經開始行動，由協會嘅減紙計劃到電子簽名試點嘅推動，都係嘗試喺保住牌照、維持合規同推動環保之間出一條可行嘅路。或者等到30世紀真正到來嗰陣，信貸行業早已經可以擺脫紙張束縛。但喺今日，每減少一張紙，其實都已經係向與時並進，行前咗一小步。今次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。鍾意呢條片嘅，不妨俾個 like，訂閱小弟嘅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片啦。